睇嘢嗰陣，周邊視野收窄，有機會係患咗又叫視力小偷嘅青光眼。病人視力會由周邊開始損失，難以回復正常。如果唔及時治療，可能會導致永久失明。近年嚟講，我哋有啲新嘅治療方案啦，其中有一樣就係一啲我哋叫做微創嘅青光眼手術。微創手術嘅特點就係我哋植入一啲好微細喺顯微鏡下低先係睇到嘅管入去嘅眼球裏邊，增加佢排水，從而降低眼球嘅壓力，避免有進一步嘅視力損失。袁太患有青光眼超過10年，一直視力模糊，每日需要滴4支眼藥水，雙眼亦都因為咁而好容易紅腫。後嚟佢接受咗微創青光眼手術，病況同生活都得以改善。手術之後咧，而家早晚得2次，得2支，都清楚都 OK， 睇手機都清楚。微創青光眼手術嘅好處咧，就係手術嘅時間比較短啦，個病人冇咁辛苦，咁同埋做完手術之後紅啊、腫啊各樣嘢都會少啲，康復嘅時間又會短啲，咁病人可以更加快回復翻佢自己嘅工作啊或者娛樂。呢個微創手術嘅運用咧，其實充分展示咗本地醫療團隊咧，好善於融合一啲國際頂尖嘅技術同埋本地嘅臨床經驗，為患者制定一啲更加安全、更加適合嘅治療方案嘅。咁我要強調，微創手術唔係話一定最新就係最好嘅，咁所以所有青光眼嘅患者咧，一定要同你嘅醫生詳細傾一傾，睇下乜嘢嘅方案係最適合你嘅。香港眼科全球視野係由亞太眼科學會特約播出。